嘛因为是这个疫情的关系，真侪人袂爱去甲人客人，是换改伫个网络顶来买年货。结果，这个栽培物流业者无用甲柄。运输工会讲，今年过年的送货量是10年来上多，逐工的送货量超过100万件。这个订单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恐惊有部分的人客爱等到过年后才会当收到货件。桃园2件，快点，快来不及，快来不及。化妆品业者无用点货，工厂内底人无用设置伫咧包装年节礼盒。今年年货订的量比过去多，不过货运伫咧过年时啊拢休困，这2天才落单的人客，恐惊要等到过年后才会当收到货。过年期间货件很多，有可能很多会过完年才收得到货。货运业者全力送货，不过货运量真正收多。很忙，很忙，所以我要谈日走，谢谢。送货人无用甲变过，这个所在货落完，还阁随赶去后一个所在。订单是不是很多？对啊，要赶在过年前赶快出完。对啊。受到疫情影响，过年时啊，民众尽量袂去人家拜年，选择甲礼盒寄回去就好。运输工会讲，过年时啊送货量逐工超过100万件，是10年以来上多。单一家都已经到达50几万所以说以我们整个国内的这个物流宅配的状况，各家加起来都是单日一定是超过100万件。人客若真正赶袂好，伫咧年前收到货，讲希望消费者爱将心比心，加体谅送货的人。